尹晴柔，你愿意嫁给我谢延琪为妻吗？尹晴柔，你愿意嫁给我谢延琪为妻吗？这是阿广教你的？是啊，难道你不愿意？他说什么呢？说什么呢？他说什么呢？这是夜明珠吧？肯定很贵吧？这个我却不知。接受啊！手下呀，好多钱呐，好多钱！看在这么大颗的份上，就答应你了。不可造次！这有什么的？这下满意了吧？这么大一颗夜明珠，拿回去够你花一辈子的。不过阿广，我发现我好像有点喜欢上他了。哎，我的大小姐，你可别把我们的正事给忘了。放心吧，忘不了。很值钱的，真漂亮。你看，好好布置一下。那个地方不太整齐啊。嗯，好，我知道了。我觉得那边啊，还有那儿，还有那儿，你这儿啊，往上来点。独孤，你有心事啊？义兄何出此言呢？近日看你总是郁郁寡欢，就连王爷成亲这么大的喜事，你好像都不是很高兴。怎么会？王爷大婚，在下当然高兴。可能只是最近身体不适，休养2日便好。多谢尹兄关心。那你可要多保重啊！这些年，王爷身边最信任的就是你我2人。兄弟大婚，自然应该给他办得热热闹闹的。这是自然。不过我还要谢谢咱家王爷，平白无故的让我多了一个妹妹。晴柔率真可爱，和咱们家的王爷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。不过，要是有人动他们的歪心，我第一个不饶他们。如果晴柔姑娘听到尹兄这番话，一定会感激涕零啊！哦，对了，王爷还有别的事情要在下去做，在下先告辞了。这真的是我吗？哎，可别被我的手艺给吓到了啊！哇，小姐，你简直就是仙女下凡呐！阿广，你的手艺可真越来越好了。那是我的手艺，那可是真人版的 Photoshop。哎，再给你个秘密武器，这什么呀？荧光粉，晚上啊涂在身上，增加洞房情趣。你说什么啊？晴柔，晴柔。哎呀，我女儿真是漂亮极了！哎呀，我都舍不得把你嫁出去了。要记住啊，这儿可就是你的娘家。常常回家看看爹娘。女儿记住了。
吉时已到。起轿。不好了，尹姑娘被蒙面人劫走了。什么？救命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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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命！救命！救命啊！我去，这也太狗血了吧！抢婚？不行，我得开动脑筋，想办法才行。亲们，这回就看我们的默契了。救命啊！有没有发现一顶红轿子？启禀将军，刚才有一顶花轿经过。哎，王爷来了！玉，可有秦柔下落？王爷，都是我的疏忽，才让秦柔身陷险境，以后有罪。此事暂且不提，你先起来。现在找人要紧，追问到什么了？我跟随他们的踪迹来到此处，刚问的守卫说，的确有顶花轿出了城外，我正要带人出城寻找。慢着！哎呀，秦柔，秦柔，这本来是我给秦柔的闪粉，是为了……为了什么？哎，别管这么多了，反正只要跟着这个足迹，就一定能找到秦柔。